一刀落下，天下震動。一個曾經令到皇帝都買佢怕嘅人，如今永遠倒喺地上。身後嘅紅紅火光照亮咗呢個短暫玩弄權力嘅時代。董卓終於結束咗佢嘅一生。佢用皇帝做人質，號令天下諸侯嘅日子只得短短3年。今日我哋倒轉時間，從呢個結局開始，揭開一個男人如何用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將整個帝國玩弄於股掌之間。但點解一個邊塞軍閥可以挾持皇帝咁勁，仲可以玩到咁大？咁呢一切就要從3年半前開始倒敘。我哋返到去公元189年講起。東漢末年，宦官同外戚鬥到你死我活。大將軍何進想除去啲宦官，但係兵力唔夠，於是袁紹諗咗一條計，叫董卓帶西涼兵入京勤王。何進以為自己請咗救兵，點知請咗隻狼入室。董卓未到，何進已被宦官解決。洛陽大亂，袁紹、曹操等人衝入宮解決晒啲宦官，殿上頓時大亂一團。另類角度，如果何進唔叫董卓入宮勤王，你哋估下東漢會唔會可以多撐幾年？呢個決定導致引狼入室，直接開啟咗三國亂世。董卓帶呂布入京，輕鬆接收局面。佢睇何太后14歲個仔少帝劉辯唔順眼，覺得好難控制，於是以無德不孝為由，強行廢少帝。相傳之後仲用毒解決咗佢，之後改立9歲嘅劉協做漢獻帝。劉協寄生母好早就去咗彩虹橋，由董太后養大，所以董卓用藉口自稱遠房親戚。咁劉協就好完美咁做咗傀儡，即係扯線公仔。由呢一刻開始，皇帝變成咗扯線公仔。董卓自封相國、太師，權力凌駕天子，正式以挾天子以令諸侯。其實董卓唔係純粹暴君咁簡單，佢仲係精明權謀家。廢小弟係斷絕何氏外戚嘅勢力，立劉協係揾個冇武族、冇勢力嘅細路，永遠都控制到。而家解釋你聽點解，以下落嚟請欣賞精彩片段。董卓用獻帝名義發詔，要你勤王嘅話，就係皇帝召你嚟嘅，要你交出兵權係天子命令你交嘅，要糧草呢，就係奉天子之命。呢刻諸侯就算憎董卓，都唔敢公開反皇帝，否則即刻變叛賊。呢招就係最強嘅挾天子以令諸侯。最終章，聯軍討伐同埋董卓嘅下場。公元190年，袁紹、曹操、孫堅等18路諸侯聯軍討伐董卓，口號為清君側，誅董賊。但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討伐董卓係假記，爭皇帝控制權先係真。董卓頂唔住，放火燒洛陽，挾獻帝西遷長安。2年後，公元192年，王允用計謀犧牲養女貂蟬，施展美人計，令呂布同董卓反面。最後呂布一刀解決咗董卓。皇帝被挾持嘅遊戲，其實只係換人繼續玩。李傕、郭汎之後曹操都係用相同嘅方式去得到權力，只不過當中只有曹操係操縱得最精明。權力從來係冇永恆，歷史話俾我哋知，權力如火，玩得好照亮天下，玩得唔好就係鬥爭下嘅犧牲品。董卓呢3年嘅權力巔峰，開啟咗三國亂世嘅潘多拉盒子。最後你哋覺得董卓係暴君定係時代嘅犧牲品？留言話我知，你會點玩呢場權力遊戲？用心製作需時。如果你哋鍾意呢條影片，希望俾個 like 同埋訂閱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咁下次一出新片就會自動通知你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多謝各位。